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熬茶不生气”，这个意思是雕刻还是做家具，拢需要真好的茶。若要食，就无法度完成作品。就算勉强来完成，嘛挡袂久。所以讲，想要做出好的作品、好茶，这是基本的条件。为人基础天分较好，好调加快出师；要过为人天分较无遐好，加上唔肯努力打拼，想要有所成就，这就较困难。有一位正大法律系副教授刘宏允伊咧开课时，伫面册就写讲。惊敢莫来，讲大学是要好，想要当大人学生读的，同时引起学生一番的论战。当然，天生我材必有所用，每一个人的特质专长无同款，千万唔通妄自菲薄。若是会当好好学习，发挥所长，相信拢实现理想的机会。今日讲的俗语是“熬茶不生气”。